情下了伤重，注定会欠你一世人。心情的起起落落，到底到何时才行会完？你若心情愿，人的门分开的一刻，不愿相信你我的情分，只有短短3顿5顿，感觉你心内已经有别人，看阮的感情无够重，凊彩讲3两句话，就想要换阮的思念，踮在世间走总的人，怎样的爱才算完全？有冤冤拢是因为爱着人，过去心内已经有别人，看阮的感情无够重，凊彩讲3两句话，就想要。